喺綜合旅遊休閒業方面，我哋將會深化旅遊加跨界融合發展，通過同鄰近地區合作，推出便捷嘅轉乘措施，提供交通嘅優惠，加強海外推廣，豐富一程多站旅遊產品等舉措，結合新設嘅澳門特區駐外經濟貿易旅遊文化辦事機構，積極拓展東北亞、東南亞、南亞及南美等國際客源嘅市場。此外，我哋將會因應由澳客群年輕化嘅趨勢，針對 Z 世代進行重點嘅推廣，收集旅客出行嘅模式、行為以及偏好等數據，助力業界了解旅客嘅特性，推出針對性嘅旅遊產品同埋服務，並將聯同業界共同提升旅遊服務嘅質量，優化旅遊環境嘅管理，鞏固提升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優勢。